大愿大行菩萨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参访联谊。民国98年落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参访联谊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重要网站。开放国外佛堂。道场活动照片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参访联谊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重要网站。开放国外佛堂。道场活动照片。世外桃源。参访联谊。有产波罗蜜。庆典活动。重要网站。感想。展望。道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。建筑很宏伟。名产有产波罗蜜。传统宫殿式建筑特色。感想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弥勒园建成。山门建筑很宏伟。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。乌山头水库风景区河道清选圣道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天及对联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。山门特色及对联。民国98年落成。宫供奉五大菩萨。期望圣域贤观。大慈大悲大智3600圣48000贤。参访联谊。庆典活动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展望台南艺术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风景区。名产有产波罗蜜。附近设特色建者故陈前人。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关田乡社子村建筑很宏伟。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。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设计诚心同心建成。弥勒祖师慈心济公弥勒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信徒作品英文未定版。国语版。建筑外观。慈心亭与弥勒园。山门五圣宫。附近社子村镇安宫。3600圣。台南艺术大学。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以陈前人像。五圣宫供奉五大天坛吊桥。道场活动照片。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。正训文物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。镇安宫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。
开放国外佛堂到场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到场简介。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。